银绿模样，说不定也是都死去的。你为仁兄听了，小弟有礼啊，小弟只想万里。敢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啊？小弟姓朱名英台，乃是常与朱家长生子。哦，这仁兄，问问兄台是归计梁三辈，梁生兄。奇怪，请问梁生兄可是到杭州读书？真是，请问你呢？小弟也是去杭州访师就业。哦，好奇，好奇，请说，请说。喂，来，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当真读书去的，我们也到杭州读书去。哎呀，那巧极了，小姐。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的他做事。哦，我是想，要是小姐也能才来一起读书，那就好啦。是啊，敢问仁兄，莫非？哦，仁兄有所不知。我家遇过小君妹，聪明伶俐成君配，妙容似凤曾经济说渐渐我此番杭州去，名士举眉心相同来，我以为男儿不是轻松头，女儿读书小君妹。妙得高人，妙得高人啊！仁兄来临，曾经自同他为陪我的。儿女同志。
却碎了。遇到是争执为兄，与之为敌，是此令我得天一杯。哎呀，这旅途之中必得相助，这便是好事。好，是啊。哦，不妨撤土为乡。撤土为乡，此计甚好。去。就与兄一杯，有的也与一般。此酒他来进府做相公，银心他来进府两相公，进府两相公罢了。阿爷的，你看天色不早，我们不是切早登城去吗？银心快挑吃饮账爷的请两兄请。爷的请啊！请啊！请啊！贤弟呀，贤弟呀，你我同堂3年今日何见你儿外只有女子在儿外，贤弟呀，你穿着耳朵为何？你做万家不关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定？大恨我在耳环比起此真相。所家中年年有苗为
贤弟，你来看，愚兄这篇文章做的时候啊。梁相公，先生欢迎。哦，先生欢我。哎呀，完好啊！亏得我把文章已经做成了。哦，贤弟稍待，愚兄去就来。去。小姐，员外又有所信来了。是不是有来催我回去了？是的。那我们要不要回去？要回去的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明天。离家都是于山上山，老夫子东风驾驶催我归。我与他同上山山，飞行上青松是山，深似海。老夫病中盼儿归，我难杀自己两三杯。我是山在上江端，表弟定是我明白。梁相公家是在平安，但他越生在，你好不是越老更见听他你别错是我做大妹，我去把父亲来是么？宁心，宁心。叫我是头妹。相公来了。是么？应得听你信来说，你家有书信来催你归去。是啊，实在家母来信，说有病要催我回去。无病离开回家。哦，几时动身？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起身。此次正好一路消息。多谢师母。宁熙，快去整理名章之后相公。是。相公，我吃了。啊，宁熙，应得你有何意相告？我没有什么。应得有话此母跟前谈讲无妨。师母我坐下来讲。师母啊，老子教诲生子海，一梦师母好宽在，在那长江几年两三杯，同唱同动的山上。不是我早已知
张给。两兄起。
两兄弟常是爱美带，与我一同把家归。我家有只好美带，两兄弟要生也不难。一家美带再多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人来盼。亲亲我意情随他，鸳鸯分别一分长。两兄啊，因为他是女红妆，两兄弟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应配不是女红妆。前面到了一条河，就来一对大巴龙，兄弟就在前面走，此地后面叫哥哥。多见儿我来开口，哪有是我叫容头？你不见是我他对你比比笑，他叫你两兄生相面对我。既然我是爱头婆，从今也莫叫我两哥哥。两兄，小弟认错了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亲，地面一条草木江，眼地亲，两兄。两兄，我心欲慌，胆欲小，愚兄不理过桥去。两兄，你我好一比，女郎在女做家教。过了河有一场，场内黄昏秋黄黄。不要听来自河，偏要后面女红妆。夜里生活太荒唐，此地哪有女红妆？方大胆是莫惊慌，愚兄当权你故丧。你既愿意一口情，不知道今岁有多深。
好几拜情一生，娘与兄在送礼到堂前。啊
人不知为了何事啊？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那么离该归去。是么？哦，三伯，我有一事正想问你。是么？与我请讲。三伯。还是女君才，年龄为交上过黑，自梦里分外分，他去他领玉来相同，同我替他走大门，媳妇就是要转身。还不知夜定要娶谁，三伯呀，应该原是女子般。应该是个女的，是啊，应该是个女的。嗯，是此说来，应该就是君妹，君妹就是应该。对呀。应配她自己做媒，自己配。三伯，结婚也好不早娶就娶，快去禀明先生，下山去放银带去吧。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，快去吧。自救快与我心脏
想送他到他去。
骏马归路程。应得呀，为吾也无上杀得你离开西夏，怎乃是女大当家哦？弟弟，女儿年纪尚小，年纪尚小，为吾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啊？女儿不愿。应得你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城读书之际，莫非你人些员外，你被小姐读书3载，做了些什么？宁心，你谈事无妨。讲。小姐在杭州读书3载，遇见了贵气良生的相公，年纪轻犯，行淫不离，受到了送给上宾，小姐外。小姐外请客，须去
也罢，请他进见。是，有请两相公。两爷子像是路过噻，那是他的嫂夫与陈八大人亲哦，不过，也往往因内也。若他而来，请到四王稍坐片刻，到你营内侧见。来，被两相公四王稍坐不得怠慢。是，两相公，请。19，您是去请小姐下楼，有可相访。是。哦，慢，你叫小姐先来见我。是。
有2、3百方你来了。梁兄在哪里？银台，我看你还是不见得好。我与梁兄年纪近来同窗3岁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银台呀，你已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未曾一语，岂不婚姻大事，当要父母做主。弟弟一年女儿常听情绪，妩媚无品，做事不多。有4母为媒，有孙子为聘，与理无亏呀。银台你弟弟，马家乃是左营世家，还有问题。梁家虽不平安，也是清白人家。银台，你放肆！弟弟。须马家有什么有女儿嫁马家，我实难从银台，你大胆！三从四的内部学婚姻是天经地义，做婚姻不说明白有多情，话本依法不容，谁做情？好也相劝于他，叫他临去早日。您的有请两相说。是。银台呀，不要泪磨面，有色礼俗。就请两相公。两爷他，银台，快来见过两爷他。两兄沿着远大河山，
不可放肆。你我这行人读书的时间，乃是女扮男装。此间你已自问当办，我还是称言语，还是不妨兄妹相称。也不是将我所在，请到小妹速履小路。如此甚好，也没